为着要展现在地基层文化工作成果，该关关岛168艺术节今年特别邀请15个乡镇市、13间地方文化馆，甲7团的杰出竞艺团队，互相来交流，望要展现该关在地文化一体力量。10外精彩的布袋戏演出，互台卡的人大家拢静看。刷来有舞蹈演奏，10内嘛有工作甲工作坊。在这时，家己县的铺主艺术工行邀请县内文化工作团队做伙举办县岛168艺术节。艺术节呢，主要是结合咱在地地方文化馆、跟社造团队，还有各个社区发展协会，每年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呈现出咱嘉义县呢，上重要的社造的成果展。县岛168艺术节邀请15个乡镇市、13位地方文化馆，佮有9个文化志工团队、32个社区学校团体，那了解地方的文化，嘛和文化团体会当互相交流。还不错啊，小朋友玩得开心啊。由这件的成果来做交流的时候，嘛会当看到讲，咱嘉义其他的社区伫做的拍拼，嘛甲每一个社区透过这种艺术的方面，甲伊变甲更有生命力。嘉义县文管局指出，新古典和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有机会甲长期的艺术保存甲传承再生，用多元的方式和民众来认捌。希望若增加大家的在地意识，嘛会当来加强地方的文化高度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